大家好，扎西德勒。今天是属于西藏合法政府被中共侵占而流亡印度后，在印度建立并实施民主政体61周年的庆祝日，也是我的生日。其实我并不知道我真正的生日。我在21年前从中共侵占的毫无人权、民主、自由的西藏逃出来，来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尼泊尔设立的难民接待站，渴望享受自由民主的新生活，并发愿将一生奉献给为实现西藏的自由而奋斗时所填写的。21年前，我作为中共统战系统的官员来到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受到尊者达赖喇嘛的亲切接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和人民不仅没有因我的身份而嫌疑或疏远，反而以极高的热情和宽容民主社会特有的自信容纳我，让我从基层公务员做起。2006年至2016年，我连续2届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进入西藏流亡政府高层领导人之列。之后，我不仅担任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现在更是被任命为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占据要职。在西藏流亡社会，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一半是从80年代之后新流亡出来的藏人担任，许多新流亡的藏人不仅担任着藏人行政中央高阶公务员要职，更是有人担任了部长职位。从上述我的经历以及流亡社会现状，充分体现了流亡西藏社会的民主制度不仅趋于完善成熟，更向世人表明了西藏的传统文化能与当今世界所公认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相辉相映，为将来能够在西藏完全实施民主制度做出了示范。这些都归功于尊者达赖喇嘛的领导和教导。因此，我们在享受民主自由的同时，会时时刻刻感恩尊者，祈愿尊者永久住世。反观西藏境内，过去70多年来，在中共非法侵占之下，中共对西藏的血腥统治，使西藏人的学习文化中心6000多座寺院毁于一旦，西藏上千年来积累的文化魂宝毁灭殆尽，西藏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人士，不是逃往世界各地，就是在西藏被赶尽杀绝。120多万藏人在中共残酷统治下死于非命，而这样的苦难和杀戮70年来不仅没有停止过，反而变本加厉，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西藏的语言文字视为滋生民族情绪、民族分裂的温床，而企图从根本上予以消灭。这更导致了境内西藏人的反抗。从2008年整个西藏山区发生抗暴到现在，已经有157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了抗议，上千上万名藏人被捕被杀，整个西藏已经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犹如地狱般狰狞恐怖。今年7月份，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带领他的军政人马来到西藏，向世人宣示西藏的主权牢牢控制在中共手里的同时，更向世人展示西藏人民如何欢迎中共的领导，以及如何幸福生活的假欢乐景象。7月19日，主管西藏和民族宗教工作的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以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了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所谓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强硬放出狠话，说坚守反分裂斗争的铜墙铁壁，任何外部势力都没有资格对西藏事务指手画脚，任何分裂西藏的图谋都将以失败告终。2位中共最高领导都提出了强化对藏民的汉化
和对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政策。8月27号、28号2天，中共在北京召开所谓第5次中央民主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更是提出了要肃清民主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领域流毒的最新恐怖政策。西藏紧邻的局势越来越严峻，希望能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台湾和西藏基于共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宗教信仰体系、民主自由价值已经发展出非常友好的官方和民间关系。当我们同受中共强权政治的胁迫、压迫和恐吓打压，我们唯有团结起来，让广大的中国民众也能像我们一样充分享受自由民主的一天，我们的处境才会好起来。只有中国民主化了，台湾海峡的军事恐吓以及对台湾在国际上的打压才会停止，而我们藏人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之中间道路政策也才会有实现的一天。希望我们双方共同朝这方面努力。谢谢大家。今年是 Tibet 建立流亡嘅民主政府60周年，到了特别我要恭喜所有 Tibet 的人民，因为你都在流亡中，在苦难当中，坚持了人权，坚持了一种可贵的人权，这样做得在按困苦的环境，还是追求民主，为人类建立了一个榜样，证明任何的国家人民只要有这样的决心，只要人民和人民之间有这样的互相爱护，全部都有可能建立民主。我想这是土邦人民对人哋非常大嘅喜事。在今年，人哋看到中国呢個侵占Tibet的政權越來越行向獨裁極權，將70年代所推動嘅自由改革的方向有着非常大嘅轉變，放棄咗自由開放嘅中國，喺人類歷史上非常大嘅損失。人哋也鼓勵所有嘅中國人民做嚟學習土邦人民一種追求自由民主嘅精神。人哋相信有一日中國人民和土邦人民大家做得在建立自家嘅民主當中，分享共同嘅價值，建立一種平等和平嘅關係，為世界和平帶來更加大嘅貢獻。今天是吐蕃建立民主的61周年，在流亡中的人民，在苦難中，在經濟困境中，仍然能夠堅持民主、自由、人權，仍然有可能建立一個民主的流亡政府。我想這是在人類史上非常重大的一個啟示，也就是說，人民跟人民之間如果有這樣的勇敢的承諾，人民對自己所生活的一個共同體有這樣一個堅定的信念，我們是在任何的條件下都有可能朝向民主一步一步的邁進。我想民主在吐蕃的努力之中已經展現出了它的力量，向世人說明每一個人民、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其實都有權利，都有這個可能來享有民主。這幾年來我們看到中國越來越往獨裁集權邁進，放棄了從70年代以來所推動的這個改革開放。我想對中國人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損失。看到吐蕃人民在艱困中、在流亡中
坚持民主的价值，我相信这可以给中国人民也带来非常大的启示。作为同样坚持民主价值的人民，我们在台湾祝福所有的吐蕃人民，你们的民主力量越来越强大，有一天能够把你们的民主带回去西藏，带回去你们的故乡。我相信，当中国成为民主的国家，当吐蕃成为民主的国家，才能够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祝福大家，谢谢。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有美女扎西德勒。今年疫情严重，让我们大家都度过困难的一年，大家辛苦了。今年是西藏建立民主制度的61周年。首先，我要恭贺流亡藏人朋友，你们在今年成功地选出了藏人行政中央的新司政边巴茨任先生，这是西藏人民在民主制度上的重大成就。虽然遇到了许多的困难，但是你们对民主制度的坚持，让它能够稳固而持续地走下去。同时，在今年我们要谢谢帮台湾和藏人行政中央建立友谊联系的达赖喇嘛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查仁先生，他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回到了达兰萨拉。我们非常感谢他这些年来对于台湾的努力以及杰出的贡献。同时，我们欢迎格桑坚森董事长来到台湾，承先启后，继续维持台湾和西藏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民主的道路上会有很多的险阻，但是我们与世界各国共享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因此也会有许多的国家来给我们协助和支持。因此，在民主道路上，让我们继续携手往前迈进。谢谢。在台藏人福利协会的 Tenzin Namda 会长，感谢你的邀请还有西藏青年会 Kunchok Lakpa 会长、达赖喇嘛基金会格桑坚称董事长，还有各位现场所有的藏人朋友，还有所有关心西藏议题的所有的台湾朋友，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林长佐 Freddy。今年很可惜，因为防疫的原因，那政府的指引是希望我们这些立法委员啦、民意代表尽量少出席人多的地方，或是这些聚会啦等等的，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很可惜。那但是我想还是希望可以用视讯的方法来向大家致意，跟大家一起纪念西藏民主日。其实在今年4月那时候，本土的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国会西藏连线，还有台北市议会的西藏连线，还有许多长期关心西藏议题的 NGO 朋友们，一起在立法院康园，我们欢送了上一任的达瓦才仁董事长，那也欢迎了新任的格桑坚称董事长。非常感谢2位新旧的董事长努力，那让台湾的社会跟藏人社会的交流跟互信都增加了很多。那我想这几年来，我们都一起见证了两边的这个友谊的坚定。那当天呢，其实还有包括外交部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所以我相信，其实台湾跟西藏之间的这个坚定的交往，不只是民间的力量，那我相信政府呢也都是有一个很正面积极的推动跟态度。所以我也很期待说未来可以持续的深化。那尤其呢，其实今年不只是说台湾的本土疫情爆发嘛，其实全球都面临非常严峻的疫情，包括印度在内，包括许多国家最近也都这个疫情的这个确诊数都不断的升高。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年这个是藏人行政中央大选的一年。即便面对了这么困难的一个疫情的环境，其实在世界各地的藏人朋友们都还是遵守防疫的规定，前往投票所，或是透过邮寄啦、网络的方法，都还是进行了投票。其实这我想也展现了藏人社会民主的一个坚韧，那也表达了这个藏人社会的对这个制度的一个坚持啦哈。
那所以在5月14号的时候，藏人选出了新的司政边巴次人以及45位国会议员。这个，我相信这个代表的，除了我刚刚讲的说是藏人社会的民主的一个韧性以外，我想这其实也是达赖喇嘛的一个智慧，那反映出藏人跟中国所统治的、所占领的这一些地方制度上的不一样。那乃至于对于未来对于这个生活方式的期待也不同，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其实在日前即便面临疫情，他面临水患，都还是去造访西藏哈，因为其实这就显示了中国对西藏其实是不安跟心虚的，尤其如果全世界能够比照如果可以对照藏人社会。流亡的藏人社会在民主制度上面的坚持、韧性以及不断的进步，那再来回头看看被中国占领的西藏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比照出来制度的优劣，那以及人民对于未来的期许。所以我想也是这样子的对于民主的信心，让我们不断的都可以。对藏人社会仍然抱有一个未来的期许，那一直不断的有勇气来继续推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都还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还是非常的期待啦哈，因为现在疫情也还是非常的严峻。那台湾虽然现在比较和缓了，但是世界各地都还是如同我刚才讲的，还是有很多新的一些疫情跟确诊不断的病例的不断的这个升高，所以在这边呢，我除了像每年一样都还是仍然祝愿达赖喇嘛可以早天来台湾，然后也祝愿说达赖喇嘛跟藏人朋友们可以早一天回到一个自由的西藏以外，也祝愿所有的藏人朋友在这个疫情之下都可以身体健康，那平安喜乐。那也祝福今天的活动顺利，所有与会的西藏朋友、台湾朋友，大家都身体平安健康。扎西德勒。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年是流亡的西藏人民建立自己民主制度的第61周年。当然，今年有一点遗憾，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相聚在一起庆祝。但我还是要祝福，也替这个我们藏人朋友再一次的用民主直选的方式选出自己的这个第5位司政，这个边巴慈仁先生，而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那台湾跟西藏一样，都长期的遭受到中共的打压跟钳制，所以我们能够一起走在一起，坚守自由民主的道路。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珍贵的经验。那我很希望接下来台湾跟藏人朋友之间的友谊跟互相协助，能够在一起的走下去，一起守护这得来不易的民主的道路。谢谢。大家好，我是台湾基信桃园党部执行长蓝世博。台湾桃园有许多西藏朋友，我们都在面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威胁。我们希望能够一起坚持守护台湾以及西藏的民主自由，相信我们的坚持会让民主自由得到最后的胜利。祝大家吉祥如意平安。랭에 창마다시 딜레 군감상 아산에 뷰기 태ven산에 뷰기 슈눌 헨쪽이 니 조조 본조이 아 통마델라 진노 구사 장부달라마초 라 구저 뭐라 땅we ngoine 안테링아랑 좀 망주 뒤지 갑 주리직 나닝이 산에 슈뉴 찹슈디 아니 삼디다시 딜레 타마슈규이 아테링데 계산기 니모델라 닝이 구갑 심체 아니 레와르 이나레 몰라미나레 다나시기 문두이 이나레 닝아란저 갑줍딘베 베미만 지디울헨조 아니 게 뇨글링데 뉴네뉴도 세토바다 한 다나시기 아니 조조조슈 뎀든 용드베 뉴도 뎀든 용토바다 저조 마시 투토바 한 다나시 가샤나기 갈룬나바야 뉴도 고토베 되게 문두인다 레와인 라소 안타스텔레 베jal로 라소 랭은 마타스텔레
2027年芒最推荐历届社会的艺术聪明对被认真做题，咱们用了他家都以内容外国题参与。根据平民提出的芒最lâm路托老大龙哦，出去的记可谓推荐人根本可以了各种规则350年。台湾标的筹备插书的看见吧标的下达直接变得南拉同嘛参与到这些的书。咱们美丽现代民族为芒族团结切度标的变得南呢抗阳流动亲密关系根本可以去标的变得南拉参的人间忘记芒族台拉大南台点芒族你们台拉标的场面台巴堂拉上水面外呢根本可以个体谢线300难过的新度开启台湾chấp起芒族lâm路托然后托当他念读连接让老大难过的新度开启2027年世界一期有对主节呢根据平民技术台芒最lâm路托恐怕不行被当成十不存芒最高瓦松念读老大堂捏突个把的熊猫你个外呢别做难过根据平民盲目为定国下南北平民地主北电使用跟我变把成拉拉台湾标的外呢人他关呢参与堂个数8枚数他们台了台湾熊的密码你了人他关呢个定突击切数秘书个的台湾制作推米台湾兄弟们错吧他这边台湾培育难的罗马南极源头呢培养脱了土建堂夹脚那我台建基台湾难度培育点别塔子培育缺的历史木头呢内头马车培育那么里头了만년 콤벨 지회 고급 중화대 창마 대외 중앙인의 잡교 나와 대경기 중앙이 제자 고급 대신대 인타반의 투지 제슈 투지 채널 大家好，这是雷。今年庆祝西藏民族日活动没有办法日程举行，因为全世界都被新冠病毒所控制，所以社会的状况是很严重。2021年，全球自由西藏社会由尊者达赖喇嘛的带领，藏行政中央庆祝61周年西藏民族日。全世界的民族国家为了建立民主制度的追求，牺牲无数的生命和财产。对于西藏自由社会的民主的来源，就是不用牺牲一滴水，是尊者达赖喇嘛早想建立民主制度。同时，每一个西藏人必须要纪念和报恩，向尊者达赖喇嘛对西藏的人民、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还有西藏的政治议题上所付出努力和贡献。最重要是在西藏自由社会建立民主制度。今年市政和国会议员的大选举代表联网西藏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上往前一步。像台湾是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我们有机会学习更多。
最后，我要代表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要感谢台湾政府和台湾的人民对西藏的议题、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支持。谢谢台湾。我同时要感谢台湾的国会的立法委员、台湾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台湾的藏传佛教的弟子们。有里面的关系和支持，在台湾西藏人、西藏社会能可以学习自己的文化，并推动。谢谢。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在民主制度之下，在台湾西藏，官方的声音就是基金会，也需要听到在台湾西藏民间的声音。只有听到一种声音，就是在中国。中国境内没有办法听到民间的声音，只有听到官方的声音。所以民主制度是可贵。谢谢大家。